我認為咧，今次嘅裁決咧係彰顯咗香港嘅法治，亦都咧突顯咗咧係香港法庭咧對於暴力嘅零容忍嘅。我亦都注意到咧，就係話今次嘅法官咧。亦都表明講得好清楚，喺案件裏面咧，因為被告咧佢係有擲物，甚至乎擲嘅可能係擲鐵枝或者玻璃樽向當時執勤嘅警員。法庭講得好清楚咧，呢一個咧係隨時可能咧會死人嘅，即係呢種咁嘅行為。所以咧就喺個判刑嗰度咧係特別係着重講到呢一點。所以咧今次嗰個判刑咧3年嘅判刑。係入獄，我相信咧係彰顯咗法治，同埋亦都真係突顯咗對於嗰個暴力嘅零容忍嘅。我覺得今次嘅法庭嘅判決咧，都有另外一個嘅大家睇到嘅啟示咧，就係希望大家能夠尊重香港嗰個和平嘅一個和平集會同和平示威嘅呢種文化，就唔好訴諸暴力。